小姐，您这是有事儿吗？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？不知道小姐这忙要我怎么帮呢？我是张叶达的人。恕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不知道小姐您竟然是张总的人。张总，先进来再说吧。这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我又不会吃了。进来。哎。既然你知道我是张总的人，该怎么做不用我教你吧？明白。千万别让我失望。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？出来！你们为什么要绑架我？出来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是什么人？你为什么要绑架我？你放心，我对你不感興趣，所以你肯定死不了。我只是對你老公顧西城特感興趣。你要利用我幹什麼？你什麼都不需要幹，在這段時間裡呢，你只需要老老實實在這兒待着就行了。當然，在這段時間裡，如果你要是企圖想逃走，我肯定不會對你做什麼，但是我保證不了我旁邊的人對你做什麼。你想利用我威脅顧西城是不是？我告訴你，我根本就不是賀顯熙。你想用我，你想用我來威脅顧西城，